要观，观世音菩萨，观自在菩萨。你看，释迦牟尼佛讲经几年？49年。大般若经讲几年？22年。大般若经的重点就是在心经260集。你观，你都讲要去观。楞严经叫观，文也是观，心经经也是观。其实心经、清净经、道家的心经跟佛家的心经是一样的，他讲的都一样。那我们儒家来讲，朝闻道，夕死可矣，这一句话我们都也听到。但是请问那个我们是什么？我们不是天皇，缓魂就是缓观，内心去观。魂老师要解释，这个魂叫做悟。无朝闻道，夕死可矣。你讲今日若讲，互你听到你讲啊，你就会知听到下晡就歹势啊，下晡就死，你买听到无？我若无啦，我感觉给我一下。所以那个魂就是开悟。开悟。你缓魂才会开悟啦，所以叫反求诸己嘛。练头，老法是佛一世纪客观，这是老祖宗讲啊。所以老师告诉我们，六事不随六根传，重在乎成佛易超者啊。最后讲千年烦恼锁心头啊，原来执着心未修啊。所以无论儒家的道理、佛家的道理，最重要就是执着。太计较了，太在意了。咱把这个动作什么啊？假讲什么动作真的。所以今日佛法观念讲，你的这个假，你的认识不清，伊就是假，讲较歹听。那个什么大地啊，十恶不赦，两手空空嘛，花茶或者鸟力山大地。什么都有，但是最后还是这样。你偌济？王友庆嘛，早不好哈，但王友庆比较好。最近有听讲瑞士有做失败，迄个失败爱本人领，但是本人过身去领袂了，袂领。结果迄400万，400唔系400个啥？伊有一个观念，就是每一年拢伫长庚内底有一个机构里面，伊拢赞助花这个对不对？哦，那个我觉得他这个智慧非常好。无咱的道中的那个心意的那个什么赞助花，你看，你拿去啊，各料基本上差不多了。好，最后问后学附送一遍。来，观念哪会通？观念哪会通？趁钱讲规碗空。趁钱讲规碗公。观念哪会通？观念哪会通？做人讲两公啊。做人叫讲两公。个性若唔改。个性若唔改。永远拢徛好多摆。永远拢徛好多摆。个性若会改。个性若会改。面如随时看来善。面如随时看来晒。念佛念破嘴。念佛念破嘴。拜佛拜断腿。拜佛拜断腿。性子若不改。性子若不改。也是地狱鬼。也是地狱鬼。所以我们要学校的这个，我们的念头转个弯。念头转个弯。我们的修道会路更宽。修道路更宽。念头如果转个弯。念头转个弯，我们一生家庭道场都会快乐又平安。谢谢大家。感谢蔡点师慈悲，请到鞠躬，坤道鞠躬，感谢点师慈悲。